我哋今次係交500個簽名，咁過程之中都有啲困難，因為好多我哋4年前簽開啲提名，因嗰個拍卡個情況，咁佢哋唔係好清楚，咁就簽咗原本簽俾我哋啲提名。咁啊後尾就冇辦法之中咧，就我做咗個短片，希望呼籲啲澳門市民仍然未簽咧，可以幫手簽俾我哋。咁之後咧就好順利，咁我哋都係足夠個簽名。咁今次我哋提交都係以往500個方式嚟去提交。咁過程之中最尾嗰陣時都好順利。今次主要係關注邊方面嘅議題？我哋係關注社會問題啊，因為衣食住行所有方面咧，我哋都關注。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一個議員咧喺根據基本法宣誓之後，佢係要為廣大澳門市民服務嘅。雖然咧個背景係來自每一個議員都唔同嘅社會嘅層面，但係當你宣誓，你係應該要為廣大澳門市民服務嘅。咁我哋覺得咧，即係過去個都有一段時間20幾年咧，都係咁樣嘅做法，我覺得係正確嘅做法嘅。遇到最大嘅問題就係個現金分享嘅。事實上咧，即係大家都知道現金分享呢樣嘢係早前咧，我哋立法會通過咗個預算，預算裏邊咧係包括晒所有澳門市民，包括海外嗰個預算。咁我哋就覺得驚訝咧，因為當時推預算出嚟，我哋 cover 即係冚嗰條數，關於現金分享係冇講到話咧，係要睇翻2024年嘅規矩，咁要澳門人適應。嗰個規矩咧係有一段時間嘅，即係如果你同我講話2026年咧要適應嘅新嘅規矩，包括埋183日啊，或者其他啲要求咧，9+2或者大灣區呢啲咁樣嘅要求咧，你要早啲俾人咧適應個家庭嘅狀況，因為每個家庭每個狀況都唔同嘅，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個反彈咧。最大嘅咧，目前嚟講係我相信特區政府都收到呢啲意見。我自己嘅意見咧，俾大家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跟翻當時特區政府交預算俾立法會總額嗰個1萬蚊同埋6000蚊永久同埋非永久咧，咁就會比較好啲嘅。因為我哋不能夠忘記行政長官都講過一句説話咧，喺早前4月份嘅都講到下半年。我哋特區政府係最緊要嘅工作，要做好立法會嘅選舉嘅，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呢件事咧唔好即係令到澳門市民唔開心，或者海外啲事，因為我哋澳門係旅遊休閒嘅中心嚟嘅，咁我哋每一年咧，佢哋收到嗰筆錢都會宣傳我哋澳門嘅狀況，又幫旅遊局慳好多錢嘅。所以目前我都唔知點樣講呢件事，不過我可以咁講咧，就係希望咧穩定社會，冇咁多震盪咧。尤其是我哋而家目前嘅經濟同埋個失業率都係一個面對一個好大嘅壓力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需要係作出啲措施，係鼓勵一啲正能量嘅信息嚟令到我哋澳門市民咧對前景係好。其實大家都可以睇到頭嗰5個月嘅博彩嘅無收入嘅數字咧係幾好嘅，因為之前咧我自己都係有了解同埋去問過相關嘅投行，都係講到下半年咧係會個博彩稅係會好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帶動一啲好嘅消息咧，令到我哋澳門嘅發展咧係的而且確有好嘅日子過嘅。其實我哋而家呢段日子咧都係關注翻目前嗰個選舉嘅過程嘅。當然啦，我哋嘅議會8月份咧16號就係截止啦。咁在手頭上咧好多個法案要推出嚟嘅。咁尤其是我哋要順利將所有當初特區政府嗰啲法案咧要通過咗，否則嘅咧就變咗就要留待下一年
咁就冇咁好。所以對於呢啲社會嘅問題咧，我相信咧我哋身為議員咧，我哋都係關注嗰個就業率、咁嘅失業率同埋嗰個外僱嗰方面嘅。特區政府最近咧，經財司都推咗一啲政策，就話鼓勵咧，就希望咧，尤其是政府帶頭，希望喺請外僱嘅時候咧，真正係幫到先澳門就業。因為我哋見到而家目前嚟講，無論咧大學生冇經驗，第一份工佢8000蚊都肯做嘅。咁啊，其次就係我哋現時嚟講，中年人又好，或者60歲冇咗份工都好，佢哋都好希望繼續做嘢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時，我哋澳門而家連兼職都冇得做，有好多我哋收到個信息嘅60歲，因為現金分享要去到珠海啊或者廣東省鄰近地區做兼職，係做緊嘢嘅，但係佢冇辦法啦，佢呢樣嘢都係要揾嘢做先至可以幫補到個屋企嘅開支，所以呢個就業呢一方面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壓力。嚟緊嘅日子最緊要就係我呼籲特區政府多聽多聆聽各方面社會嘅聲音，即係唔好好似今次急急忙忙咧就嚟推嗰個現金分享先至聽一啲社會所謂代表我哋澳門市民，因為不能夠忘記好多澳門人咧都冇入社團嘅啊！你咁樣去做法咧，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兼夾咧講翻轉頭呢個現金分享咧，除咗頭先我所講啲理由咧，我哋成個立法會都冇被聆聽嘅，即係我哋冇被諮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喺廣大重要嘅澳門嘅事情，過去特區政府係有嚟立法會同我哋啲議員坐低傾啲政策，例如咩咧？夾心階層喺偉龍嗰邊擱置咗起樓，咁呢啲係特區政府係推出嚟俾市民上聽下啲民意，聽下議員嘅意見，咁先至可以做得比較好啲。因為立法會的而且確咧有好多係唔同嘅聲音，係要多啲聆聽。再可惜咧，今次現金分享係冇聆聽立法會嘅議員嘅意見咧，係做出呢個咁大嘅震盪。我希望咧呢件事咧可以圓滿結束啦。希望穩定嘅社會咧，我呼籲咧廣大澳門市民咧，如果係根據翻，我再重複根據翻我哋今年嘅2025年嘅預算咧，特區政府係綽有餘同埋有留待嗰個金錢嚟去發放俾全世界嘅。睇到份新聞稿咧，有講到話，覺得今屆選舉係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嚟咧競爭最激烈嘅選舉之一啦，可唔可以詳細講講？係啊，呢個係真係，因為咧開始嘅時候咧，簽提我哋面對咗一個好大嘅壓力，因為我哋唔夠簽名，所以變咗咧我哋自己即係背後嗰個澳門公職協會咧遇到呢個困難。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大家都知道，而家市面上澳門市民咧睇手機啊、睇互聯網咧都睇到好多信息嘅，所以係會係好大嘅競爭嘅。其實我哋補到一個位咧，已經係好好㗎啦，即係有把聲音喺立法會已經係足夠㗎啦，我哋已經好滿意㗎啦。所以希望即係呢個係有待咧將來點樣去發展咯。但係壓力咧就喺度，我哋希望亦都咧呢個選舉係廉潔嘅，希望冇咁多車，冇咁多飯食，冇咁多包裹，冇咁多嘢收。咁呢個係廉潔嘅，因為每一屆咧係進步緊，但係呢一屆我希望真係有呢啲真係有關當局咧做好呢個工作咧，令到真真正正我哋做到一個榜樣俾年輕人。我哋選舉係一件好事，兼夾咧係唔需要用啲旁門左道咧先至可以做到議員。咁即係其實係兩個制度咯。我覺得係咁樣嘅，大家都要明咧。公務人員咧係唔可以兼職嘅，公務人員有一個叫做全職工作，不能夠兼職，同埋有好多限制。例如有啲地方唔可以入得，例如咧賭場唔入得啦，好多地方都係唔適要去做。其次咧就係前線低級咧係越嚟越多嘢嘅，多嘢做，根本上同市民咧嗰個壓力咧一模一樣嘅，所以我就覺得出奇咧，即係點解今年咧6間博企雖然喺個經濟咁差嘅情況之下咧，
佢哋都有調整6間博企嘅人工，但係調翻轉頭咧，公務員尤其是基層嘅公務員110點，類似呢啲受到壓力係好大嘅，但係竟然咧就冇調整嘅，呢個比較奇怪嘅事啊！因為過去咁多10年咧，不嬲都係調整咗公務員嘅薪酬之後咧，都會調整6間博企嘅，因為我哋同行政長官講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講到呢啲問題嘅。但係今年咧奇怪調翻轉頭，6間博企有，公務員又冇，咁變咗咧比較失望一啲咯。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嚟緊嘅日子咧，有多啲政策嘅鼓勵啲公務員，因為越嚟越犀利，壓力嘅越大，好多都係根本上咧24小時做嘢嘅，因為而家我哋手機7日時間，個個都係去到禮拜六、禮拜日要交個報告，所以呢啲係睇唔到嘅、無形嘅，但係你要做，你唔通你唔做咩？老細叫你做，你一定要做，所以呢種壓力咧係好難講，即係需要咧體恤嘅，同埋無論點都好咧，公務員都係內地好多都係澳門咧消費嘅，所以係需要咧即係調整翻嗰個購買嘅能力，因為整體澳門嚟講個購買能力係低咗嘅，同埋我哋要做好個經濟，因為我哋經濟真係差，啲微企咧受到個壓力好大嘅，有啲係好奇怪嘅，啲旅遊區嗰啲就加價，即係個租金加嘅。但係結果咧，即係氹仔最近都有執咗一個名牌嘅咖啡室嘅。咁你都睇到，即係有啲咧就算你減咗嗰個租金咧，佢都唔會做生意，因為根本上佢做唔起嘅，因為冇生意嘅。所以呢啲咁樣嘅，我覺得係政府係要投入多啲資源喺澳門咧，相對投入橫琴嗰個比例一定要一模一樣。如果你俾得5000蚊一個後生仔喺橫琴做嘢，不如你都俾翻5000蚊一個後生仔喺澳門，而令到嗰啲微企咧亦都可以咧用呢個資助咧幫到啲微企有幫到啲人咧有就業啦喺澳門咯，因為冇人都想上離鄉別井，要去第二度咧揾食。點解澳門我哋做唔到嘢咧？其次就係我哋啲人才翻嚟澳門咧，好多都係冇嘢做嘅。我哋最近都係有啲係葡國翻嚟啊，讀咗法律啊，讀埋碩士都係冇嘢做嘅。所以係呢樣嘢係特區政府要真係多諗啦。點樣我哋人才各方面，尤其是人才委員會咧，點樣可以製造到一啲世界級嘅鼓勵佢哋嚟澳門之後建立一啲公司，亦都請到本土嘅澳門人咯。最後都想講係關於長者嗰方面嘅，因為咧長者我哋澳門嚟講今時今日我係都講咗好多次啊，個養老金同埋最低維生指數咧4350蚊咧，係2020年咧都冇調整過，所以係需要嘅，因為不能夠你唔好忘記啊，最低維生指數嚟講各方面咧，長者係第一位咧受到最大嘅壓力嘅，因為啲物價飆升得好犀利，大家都睇到咧市面上乜嘢都貴嘅，尤其是必需品啊。所以係點解咁多人咧係會日日都過關買餸咧？佢唔係話貪得意或者佢做運動，佢係真係佢嘅收入唔容許佢喺澳門買餸，所以就係逼得啲嘢咧就去拱北嗰度買餸。我經常我過關，我撞到好多澳門市民都同我反映，即係我好中意行路過關嘅，所以我知道佢發生緊咩事，所以呢樣嘢特區政府要注意啲長者，尤其是個養老金啊嗰個3900蚊同埋嗰個殘疾金，我覺得咧呢兩樣嘢，如果一個人老又殘疾，只係收得一份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因為佢殘疾就係因為殘疾先至有個殘疾金，養老金咧佢係因為65歲之後佢有資格收嘅，所以如果一個殘疾到65歲，咁即係你唔理佢，唔通佢唔會老嘅咩？即係呢個係唔公平嘅。何況我哋個資源係咁多，就算我哋特區政府冇，你都要借出嚟咧，我哋幫助呢啲即係弱勢嘅、非常之弱勢嘅人士嘅，呢個係毫無不義咧，一定要伸出援手幫佢哋。